女生问你在干嘛呢？怎么办？怎么回？在打游戏，太贪玩了。在想你，好油腻啊。在回你消息，太无聊了。晚上如果女生问你在干嘛，该如何回复？是的，悠悠。女生说你干嘛呢？你可以说修床。女生会好奇的问你大晚上修床？你可以说我怕你和我聊完一个冲动来我家睡，我得提前加固呀。女生说哎呀你想多了。你可以说我不但想得多，而且把你想得特别美。女生说嘿这么会说话。你可以说其实我嘴特笨。女生说没看出来。你要说如果我嘴不笨，连你都亲不到。学会了吗？今晚试一下吧。现在的男生谈个恋爱是真累啊。恋爱前主动说你渣，不主动说你瞎，迎合说你舔，不迎合说你演。约他吧，他说没时间，表白不拒绝也不接受。恋爱后你给他足够的爱，他又说我不需要你一事无成时的温柔。你拼死拼活的为他去挣钱，他又说我不图你的钱，我只需要你的爱和陪伴。女生们，你要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能把钱和爱都无条件给你的人只有你爸，而他娶了你妈。献给所有的男生们，加油！每接吻一次，你会吃掉多少细菌？经过科学家经过测试之后发现，每接吻10秒钟就会有8000万个细菌通过口腔传播给对方，而这些微生物进入人体组合之后会形成菌群，会帮助我们助消化、抗感染、增强免疫力，还能更好的抵抗疾病。所以小伙子过来吧，我有个8000万的项目找你谈一谈。Listen， 上了床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睡不着。觉得是男孩子爱干净还是女孩子爱干净？肯定是男孩子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女孩子洗澡。哎呦我的妈！接吻这种事情呢，如果氛围差不多了，你硬上，女生反而会觉得你很酷。重点是如何营造这种硬上的气氛呢？首先，你可以在电影院借着周围黑漆漆的环境，对女生说我有话想要对你说。如果女生把头轻轻地挪过来，你可以问她你感觉电影怎么样。当女生回复完之后，你可以轻轻地趴在她耳边对她说我感觉一般，没有你好看。当你说完这句话再去亲吻女生的时候，她不会生气，更不会反抗的，她只会用小拳拳捶你的小胸口。学会了吗？学会的双击哦。